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。今日是2025年的端午節，我們祝願大家端午節快樂。今集我們繼續在元朗進聯，上集我們介紹了九巴 68F 的短途特別班次68，今集就為大家介紹 68F 吧。68F 現時循環來往進聯及元朗公園，途經坳頭、元朗市及18鄉，都是屬 68ED 特別班次，與 68E 一起連接18鄉與元朗站，並與68組成聯合班次，來往進聯及元朗站。九巴 68F 於2015年11月30日開辦，最初由元朗公園開往坳頭，終點設於東城里站，只在星期一至五7點15分及7點40分開出兩班車，以輔助68E於早上繁忙時間的服務，及方便元朗南乘客往新元朗中心轉乘其他路線，或往港鐵元朗站轉乘港鐵。2016年5月14日 ，68F 獲提升至每天全日服務，上午10點前仍維持單向往坳頭，10點後改為循環來往元朗公園及坳頭，往坳頭方向需繞經博愛醫院，並與68E在元朗公園提供聯合班次。同年11月，由東城里站延長至進聯，同時取消上午10點前只提供單向往坳頭之服務。2018年11月19日起，對調總站和循環點，即進聯為起點，元朗公園為循環點。今集我們乘搭的班次在下午繁忙時間，乘客上落會較多，但在非繁忙時間 ，68F 主要服務的18鄉一帶有很多新建的私人屋苑，各自提供居民巴士服務來往元朗市中心，令該區對巴士服務的需求下降。幸好進聯的入伙，為 68F 提供新的客源，同時亦保留18鄉路一帶的剩餘客源，也方便進聯或元朗公園一帶居民前往元朗合益路及附近的學校區。現時 68F 由進聯開出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6點至下午11點30分，每30分鐘一班車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經過51分鐘，我們又回到駿聯總站啦。雖然18鄉一帶屋苑有居民巴士服務，但專營巴士可提供沿途上落，都方便居民出行。我們今集就到此為止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